中國智能電動汽車品牌文界今日進軍澳門市場，帶嚟兩款車型：全新智能豪華 SUV M5U Ultra 及旗艦豪華座駕 M9 Ultra。發佈會上，賽力斯集團海外 BU 副總裁黃峰及捷成汽車董事總經理博朗瑞共同為新車揭幕。文界新 M5 純電 Ultra 後驅版採用極簡未來主義設計語言，平衡運動感與空間實用性。智能方面 ，M5 Ultra 搭載華為 Harmony OS 4.0 操作系統，支持多屏協同同精準語音交互。安全性能全面升級，全方位守護出行安全。文界 M9 旗艦豪華座駕以天際線設計理念打造，車身採用全鋁合金一體化壓鑄技術，配備華為車譽系統 2.0， 通過語音、手勢同車內多屏無縫聯動，打造全場景智能交互體驗。動力系統提供純電與增程雙版本。文界於即日至7月30日，澳門葡京人 H853娛樂館呈現快閃店。快閃店內唔單止展出全新 M5 Ultra 同 M9 兩款車型，更推出多項早鳥購車優惠，